CEO 我唔係是我唔需要我領導你這個我應該可以哦。執行總裁。哦，佢唔係 CEO 是什麼意思？應該做個上哦，差好啦，那個吼，就要所有所屬，基本上到底注意到說下一個台，到底相關台地，因為直接演繹這個詞哦，來 CEO。對，啊，待會去來講，講完再講啊，這個影響哦，對哦，啊，我這個我。那個照，他突然有標有啲箭頭。前一位讲师，大家晚安。那也开始，因为有一些人是刚来，所以祝大家晚安，请答应啊，马上就成功，马上就发。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发，就是崇德发。因为崇尚道德必然发。你想要不发也难，因为最重要的是你心里的能量。就像我举例下午讲，你若芬芳，蝴蝶自来；你若精彩，天自安排。有一些的道理其实也不难，就是你去做。就像孝顺，你也知道孝顺。白水圣地没事，那么当初在慈悲的时候就说：“你们孝吗？你们的衣服是不是还是妈妈洗的？哎呀，怎么都不会再替妈妈回了。为什么每一次的叮咛，我们还是觉得刻骨铭心？讲了 N 次的，为什么每一次听就是很舒服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一种不是只是在知道而已，是在落实。所以一个妈妈听到了门叩的一声，她就说：“乖女儿，哎呀，你回来了。”在学校演讲孝道比赛第一名，乖女儿过来，厨完帮妈妈洗碗，哦，怎么又是我？这就是演讲孝道第一名。我们都很会讲，讲到谁不会讲，说谁不会说。但是现在就是执行，现在就是如何去落实，如何去务实。因为你如果说了把太极拳，你学了背了，好了，你学着去背，可是到最后对你的身体并没有好处。你把不管是游泳的自由式啊、蛙式啊，你也可以背着苦瓜烂走。可是到最后你会就像一条船上，一个爸爸呢跟一个孩子要船上上面在拉扯扯下去呀。我不是教你的这个自由式、蛙式，你都会背着苦瓜烂走，你干嘛不下去呀？哦，真的会有一下子就死掉。下去呀，你就背着苦瓜烂走啊，证明一下，给大家看到表演一下，啊，不死了，人家就来劝了。你要了解到的不是背哦，你百孝经背的苦瓜烂走，可是你做了，这是人家是看你是做了多少，你没有去练习。蛙式自由式没有好好的在潜海里面去练习，一下子到深海里面开始跳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今天讲的 CEO 其实就是执行长，其实就是一个 leader， 他是一个主体。这个团队的方向，那你方向清楚，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你知道了吗？这个动作，一条船啪啪啪啪，已经那么搁浅、搁穿。这时候呢，大风大浪几乎摇涌来了，好像一个人已经快要到了末次，看不到了明天的太阳，因为太危险。一个人呢，这个船员应该叫乘客，他又爬了又爬，爬到了驾驶舱。他只是在问一下，到底 what's happened？ 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还有救火，可是还没有问呢。他好不容易爬进去，可是那里的船长动作只是回过头对于他们的 smile， 一个他气的人，什么都不用讲，这一个乘客又爬进去。所有人说了，你问的怎么样，请示的怎么样，并能安全脱困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？
一下。我已经问3次。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什么？你不知道那个信心，他才有信心的眼神，信心的容貌。2个武士拿着武士刀对垒，不到1分钟，其中有一个放下，输了。那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到底发生了？为什么他自己说这么说？对对方的心，你气势、气态这些表现出来，那个很显然。所以我们在渡人的话，因为阿处理啊这些点，好像将来生意多多变，我起码是变好的。各位不要出去，你有这样子的心理，我劝你不要出去。你就是要信心啊！你不知道有时候一个博士、一个天才是向后去渡了N遍，渡不成的人，给你一个国中毕业的程度，一下子就渡来了。你不知道他跟学历是没有关系，他跟天职是没有关系，他是来自你们2个有没有缘分？你为什么不 try 呢？最大原则是什么？配合一下。秒知嘛？为什么你们要配合一下？因为赶快进入状况。你们还在想着晚餐呢。你要赶快融入哎！如果你融入的话，你就发觉到你吸收力就会特别强。其实一个 CEO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马上让你的团队进入状况，进入变成，很快的就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。就像下午或许说，唐三藏落落，看到了坤道就吓到，可是3个武将到最后面呢，实际上是很不想的陪着这个落落的主人走，对不对？实在是一夜看夜不顺眼，怎么会那么落落呢？可是到最后面就是达到了目标，是因为唐三藏的坚持，他知道目标，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。所以当责跟负责差别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应当的呢，因为差有字，知道吗？它本来就不一样嘛，因为差有字。当责就是 do the right things， 负责只是 do the thing right， 差别在哪里？你说听不懂英文，你不会讲话。Do the right things 是当责，做对正确的事儿 ，right。他把正确的事、应当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，这样 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。可是负责就不是，他只是 do the things right， 他只是把上司交给他的事儿，他就去做。可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。到西方，这个沙也干嘛到西方？东方不是很懂。哎呦，那么好的酒，那么好的美女，猪八戒说：“孙悟空说，塞，我把你背过去吧。不知道一个，对，跟斗，花一个筋斗的，干嘛要历经81个解说？对，累呢。可是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他当就，所以体力不够，他靠毅力。你们在道场上面已经知道了你要的是什么，你们为什么在道场？要为自己来听课，不是为了一通电话告诉我已经卖教育的点位，只要都去AM3点钟都不去，我要华坐在这里。我跟你讲，这个 CEO 不是只是用在道场，因为处处都是道场。直心是道场，慈悲喜舍心就是道场，你的家就是道场，工作、上班、读书、学校、职场都是道场。
本身就是自己的 CEO， 你做好自己的 CEO， 你们自己反省一下。你可以把自己 control， 你自己有行动力。每一次都是 allow excuse 一大堆的借口，没关系，偶尔吃一下，以后再来减肥，偶尔吃一下。哦，你每天吃呢？为什么是偶尔呢？你实在是哦，你实在是，行动力不够。我总是会给自己 allow excuse 一大堆的借口。失败的人就是着急，他的借口特别多，都是别人的错，都骂你，都骂是环境，都骂是老天。为什么从来不检点自己？不严以责己，宽以待人。成功的人是找方法，所以我们在成全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在成全自己的时候，都是要有步骤的，要有方法。这一些方法呢，我们慢慢的再来聊，也不可能说的只是教你要有方法，你身体要健康，要运动，但是要有方法。你要成就在道场上非常优质的 IMPH， 我们的小机构要有方法，但这个我们就是要去教、引导、成全，让我们的后学可以一步一步的在里面。能够成就，他就可以津津什么乐道。另外一个是董事长，对的一个的市场很愤愤不平的是经理，因为这个经理觉得说的，那个总经理的位置应该是，总经理的位置为什么是王先生？他比我晚来啊，为什么到这边升迁的是他而不是我？他一直在卡位，他一直在怪老板用了你，声音传到了同事，传到董事长耳朵里面去。于是他就说了：“来，老林，你去看一下现在菜市在卖什么，发生什么情况，报告董事长。那一边呢只有一辆也不是，那边是在卖potato。啊，它到底有多少袋？牛车上面多少斤？啊，疏忽了，没算，我匆匆的跑出去，把它算完了以后报告，potato 40袋，每一袋20公斤，刚问，价格多少？啊，忘记问，我马上就去问，报告1斤多少？不用回答了。那个王总经理说：“你帮我去看一下市场发生什么事，有在买卖什么？没问题，包你满意。同样的问题，去了，经过9分钟以来的报告董事长，只有一辆车卖不出去，上面40袋，每一袋20斤，它的价格非常高，它的1斤20块钱美金。”它的质很好，我已经带了一些样品回来给总经理当参考，董事长当参考，因为我们超市也许可以跟他做一个互动。还有，他不仅投这个，他也带了塔玛豆，我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塔玛豆，我已经邀请他站在外面，你可不可以那么移驾，我们来进个场？也许我们未来的超市可以透过他的产品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获一些利。他就回过头对这一位林先生就说：“差别很大，为什么他会生，你不会生啊？你是哪一个？你自己讲。第一个只是负责啊，我有在行动，一回来你怎样？忘了嘴脸，忘了嘴脸。可是当者不是这样子当的。”他可以考虑到的很周详，他可以把上司期待全部都超过，
超过上述的期待。这就是大家，你们是哪一个？你对自己有没有提供做出来超乎自己期待的？有没有做到连自己都暗赞？哦，我好优秀，我化不可能为可。别人说我姓蔡，他们错了，不，也是姓蔡啊。我没有那么惨，所以，我们有没有做到连自己都很欣赏爱自己？你没有自爱，别人很难爱，没有人爱，上天不会爱。自爱人爱人爱天，你没有自助，人不会帮助你；你没有人助，天不会助。自助人助，人助天助，你根本没做。你只是在那边空谈而已，有多少人可以感受到你的爱？你是在说，老公，结婚20年还爱我吗？很爱，很爱，跳腿。听那种口气就可以知道欠揍。你是在应付？你真的做出来了，有让对方感同身受吗？有时候是不需要言语的，那是肢体。所以，太太回来难过，因为他的名牌的 LV 掉，里面还有3万块，3万块都很高呢。所以他拼命的一直走，要不是还要接孩子，他还是在找。接了孩子回来了，老公也回来了，叹气了。你干嘛叹气呢，太太？因为听我病了，你是在我面也得痛苦。一个月裸衣包，里面多少钱？3万后，你哪会亏本啊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如果你的太太碰到这种事儿，你要如何说？配合一下。够惨没有？倒出来，胖片倒出来，3万多，我们给他够惨够惨。你把刚才那几个凑在一起就对了。其实还不够，还有另外一个3万，明天我给你5万。这个就是感同身受。你不能够只是说了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可是呢，在一对方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你表现出来的竟然只是感觉自己的感觉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你看他的以前有一句话说：“不会按摩的人不会成功，不会按摩的人绝对不会成功。”是我在读成功大学的时候看到的文章。我看完了以后，我觉得我自己很惭愧，因为我不会按摩。虽然我在读成功大学，但绝对不会成功，因为它上面的理论讲的爱好。所以你知道有写文章那个标题很重要，写书那一个书名太重要，让人家喜欢，马上就看，吸引。当你的那么让他办按摩，你的心态有心，就是一件事出上。你已经放下了身段，放下了一切，你已经跟他就在一起，所以他就在一起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已经缩短了。所以你的能量跟他的能量，你的磁场跟他的磁场已经相互的在交流之中。因此，在透过按摩的时候，你很多关怀的话，很自然的、不假勉强就可以说得出来。所以他说，夫妻之间有时常做这些动作，我们跟爸爸妈妈之间有时常在做这些动作，所以隔阂就会越来越大。我这个人是实用派的，因为我是不够，我是教数理的。你有看的人，我跟你讲，那是不用实验器材，你
你在实验不用买一些科学的仪器，不需要，因为你有双手，你有嘴巴，你有灿烂的笑，你可以使出信心关怀的眼神，这些都不需要钱。所以我回家了，7年级回到了鹿港。我妈妈已经煮完了午餐，等着我爸爸。我在鹿港国小教书的爸爸。这时候我使出了善意，鼓起最大的勇气，因为那是第一次。我只是想要说这本书写的对不对？所以我伸出我的双手，悄悄靠近我妈妈。我妈妈在那看报纸，很专心，融入在报纸内容里面的情景。伸出来的双手猛然放在他的肩膀，把他提了起，一步抓到裤子里。他回过头，立起了轿子。我错死了，虽然忘记姓赵，因为我妈妈姓许，不姓陈。我是叫你错的。哇，妈妈在成大学了一些按摩的技巧，所以你回来帮你放松放松。我妈说的，不可能的，缺少多少钱？我说妈，真的，我哪里跟你要钱？你为了这个家庭牺牲奉献，任劳任怨，把你的青春全部牺牲，用在我们这4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身上。妈妈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连我自己就吓到。我干嘛可以说出来这一些以前作文才写得出来的？这是第一次 ，first time， 我吓到我自己了。我证明了他的理论是对的，话不可人为可人。你没有做，绝对不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。那是别人，那是别人。其实每个人都记住，你的潜能、你的 ability、你的好，全部都记住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心灵的深处。这时候，妈妈就用她的左手，妈妈就看到我放在她右肩，孩子，我等这一句话已经等很久了。孩子，你长大。妈妈没有那样。我跟你讲，那一餐的中餐很奇怪，非常的温馨，非常的好吃，真的。煮什么菜已经是不重要，心境美，物物尽；心境善，事事皆善。你的心是美的，是好的。你发觉到碰到的人事物，你看起来吃到的事物，全部都是好的。你进过要菜包嘛，讲哪里人体？或者喝酒，因为你心一块嘛。你那是用灯料还是用刀回来？而且用恐吓，山珍海味对你来讲的时候是吃不下、咽不下，不是吗？你思念的人，你怎么吃得下饭？你丢掉东西的人怎么吃得下？山珍海味，心啊！所以在成功大学的有那种EMBA或者是管理班，高级管理。好，这一些企业主管、高级企业主管的这个班，我们为他们开的。所以有一次我就教这一些，你不要疏忽掉了这个规律细节，不要某个东西不会成功。我就把这一些的分析，结果没想到过了1个多月，我从台南出差要到了台北，我准备了搭自强跑，因为那时候还没高铁。突然间从我的后面就有一个声音：“蔡教授，那个菜叫的特别拉长。”蔡教授，我说：“明士，你不会失智症吧？”来，我是谁？啊，哦，你是这个一定要这样讲的，似曾好相识。哎呀，教授，你桃园停下1个月前啊，上你的课啊，不会按摩，不会沉默。好，其实还是想，对，你一定要这样子做，知道吗？我就在讲，我说那一天你听了什么？不会按摩的人不会沉
回去有肉食不食，那有教授了。我交那么多的钱去听你的课，当然要用。结果你看你们都没交钱，还可以来吃晚餐。所以你就不会珍惜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交很多钱，而且没有晚餐，所以他们很珍惜他们钱。你困着浪费3口，困着不3口，我帮他们算过，1秒钟3口。可是你们没有，所以请功课。他说当然用啊，我说怎么用啊？成效嘛。他说我回去的时候啊，就赶快啊，把抽屉打开，拿起户口名录啊，看看太太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，这个跳腿。结婚了10几年，要知道太太的生日还要拿户口名录，你们。如果是这样子的钱道，墙壁很宽，直接撞。要贴心啊！随意的拿起来了以后，才发觉太太的生日就是在2个月以后的某一天，所以他们很快哦，就到了花店，然后就买一束花，不用太多了，最重要是那个CD，大家知道，不用999。你就买了几朵，然后呢就有卡片，卡片就写了几个字了，就麻烦。哎，那个老板，妈妈一下子就按照这个住址送给我们小姐女士。麻烦收了之后，中人按门铃，服务生谁呀？我是花店的老板。现在有一个监控门，也要送给你一束花，请下来签收一下哦。你看花很漂亮。是我自己种的，老板，你按错门，上面就是您的名字，不是吗？某某某某，对，时间上你同名同姓的团队，可是住址又一样嘛，大概写错了。拜托一下，我还有很多的生意要做，我还有很多的地方要跑，这里还有一张卡片，你可不可以上来 take a look？画着料就看到了那一张卡片，你知道那个太太一尊，真的是他，怎么会是他？真的是这样。我讲奇怪，你关键是写啥秘密，互你安尼啊错几包？他说我也不知道要写什么，信手拈来，然后把一首歌的歌词我就写上，说请大家都背歌词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你，无你就无我健康的身体，无你就无咱温暖的家庭，无你就无我非常丰富的人生，事业那么顺利。感谢你，爱你老公相娘，怎么会是他？真的是这样。哔哔哔，哨子吹了，鸡蛋臭臭。教授，该说再见的时候就要说再见。我说尽量要吗？不会按摩，不会怎么动。他走了2公里以后又回头过来，教授真的谢谢。我说你已经说了很多次，不，我再补充一下，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过着皇帝般的生活。各位亲爱的，你要过着皇帝般的生活，要花很多钱。细节，你有用心，你的行动力有出来。孩子是只是在说而已，不可以。孩子也不是听你说什么，孩子在看你做什么。你这个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成绩落后，到了最后一名，你绝对不可以说追，那个钱有一件的重要。你一定要像我在台南认识的那一位计程车的司机，因为他每一次呢，我坐他的车，他就会跟我分享他的孩子，那我就会把我自己的学历，跟他做一些辅导，建议他应该怎么做，因为他是单亲的爸爸，他是文盲，他没有读过书呀，因为他的家境很不好，
从小开始他就是要帮你这个价值，所以呢，他根本没有时间读书，他好喜欢读书，所以他的期待寄托在他的孩子。但是他的孩子读后甲国中，在台南是非常有名的，距离成大很近。后甲国中一直推，一直推，那个名次推到最后一名才稳定，不然还在推。这位计程车司机，这一位包，不识字的包，只能够开计程车，因为开计程车不需要识字，只要不色盲就好。文盲不重没关系，不要色的，看得懂红绿灯。哎呀，看到这种情况，觉察、觉知、觉醒、觉悟，这4个觉要记起来。觉察、觉知、觉醒、觉悟，那个觉不会写很关系，写睡觉的觉。觉察、觉知，知道不知道的知，觉醒，醒悟。所以要觉醒才可以觉悟。孩子你都没有觉悟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没有告诉他前面3个步骤。你只是教导他要觉悟，期末考要到了，你还在玩电动玩具，你真的都没有觉悟，不好意思。你这个父母亲没有引导自己的孩子觉察、觉知、觉醒，所以他不知道要觉悟。观察一下，你心地里面知道已经，你没有去观察，你怎么知道你的心地里面是杂草还是玫瑰花？社会上的对错真假，你搞得清楚一点，因为你没觉知。你就不知道这个是玫瑰花还是杂草，是药草还是杂草，你分不清楚。所以要觉察、觉知、要觉知，所有的事物认知，了了清楚。所以一个醒悟过来的，就不会受到了外在环境影响。亲人，这是魔，这是仙，这是魔。9魔、色魔、禅魔、气魔，它清醒。他经得起引用，因为他清醒。所以说，要悟的世界，其实它是喜悦的。这个爸爸又在觉察、觉知、觉醒，他马上觉悟。他真的到了6点左右，车子最后一个客人服务完毕，买了2个便当，一家2口，就回家，陪孩子吃饭，陪着孩子读书，陪孩子读书。伊读中啊，若是有专心听我可以的声音，一看无力，还陪孩子读书读3个小时。你不要拿手机，你就陪你孩子读书，然后拿葡萄牙文书。你看你3点钟你动，你也讲我，除非你在那边3个小时静坐，手写。可是他真的就陪着1个礼拜、2个礼拜，很有痕迹。他的孩子说：“爸爸，休息，我错了，我知错。我这个1个月来成绩退步，其实来自于我的荒废功课，我都跟着你不好的朋友、同学去玩乐，我知错了。”你可以发觉到一个爸爸做到什么，就是陪着孩子。你累了，明天上午5点、清晨5点，你还要起来驾车去排队，去车站排队。你先睡吧，我自己知道要如何掌控自己，我不会让你再失望。孩子，我不累，我爸爸累，你的书拿相反。哎呀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他的爸爸一定要拿有漫画、有图片，才不会有买黑的，因为他不是。感人，感人啊！这个孩子到了国3，到了南一中，真是到了台南一中去，他好高兴，谢谢教授，谢谢教授。我说要你不
不可以说孩子你哭，你给我好好读，把上一次的错误的全部都给我写本，不然妈妈就不用睡觉。爸爸妈妈出去摸几圈，回来一个怎样？你太不负责任，你根本没有当责，你只是在应付。我有做到，我有说，真的，我有说，我有在训我自己的孩子，我有在，你没有当责。你的孩子也是，你出去以后，他也会跟你讲摸几圈，他影响上网，不是有电脑的麻将，现在有样就学样，所以是要 CEO 要宣要境界，所以要 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， 做对正确的事情，对吧？做得对。人们，你负责只是 do the things， 那个 things 是上级点传师交办，但你只是去做，但环境已经改变了，你干嘛还做？你应付吗？点传师交代的是安的在什么样子的情况，所以麻烦你这样子去做。可是环境改变了，你干嘛还做呢？应付一下，我有去做。所以做完了以后呢，收手，浪费时间，浪费点传师的时间，因为他还要来收敛，他要处理善后，所以一定要有政治正见。你看看有一个天才妈妈，这个天才妈妈。也来到了披萨哈，专门在卖披萨的。对着卖披萨的老板就说：“老板，拿一个大号的披萨，就孩子吃得够。整天吵着要吃披萨，披萨有什么好吃的？你说，你说。这边卖披萨，竟然第一次被人家呛下。有人说你是外带呢，还是外带呀？出家不就得3-5岁？要考多久？20年。Oh my God！ 我还要等20分钟啊！你可不可以快一点？要不要我帮你考？啊，不，这一位老板很聪明，他把别人的披萨先要给他，不然以后干嘛擦问题？来了，这一位太太，你的披萨很好，要不要我帮你切？好，拜托以后了，老板。最基本的服务还要问你，你叫我带回家自己切，你有工具一切就好了嘛。不，我还没问完你就抢。我是说，我本来想问切8块还是12块，还没问完你就抢单。老板，你是个冷饭面，切8块就好，你切到12块，我孩子吃得完没有？切哪到？同样一块披萨，为什么切8块吃得完，切12块吃不完呢？你的脑筋头脑要清楚，条件是一样的，不要被外表的数字，被那些数字 confuse 的模糊混淆掉，头脑要清楚。这一位天才妈妈真的是天才，她的孩子不走啊，她写了一封信呢给自己在台湾的孩子，亲爱的小孩，妈妈好想你。妈妈知道你从小看书看诗都看得很慢，所以妈妈在台北写这封信也写得很慢，好让你在台南慢慢看，思考错误。你已经1个礼拜没回来，台北一直都在下雨，台南有下雨，台北下了一个7天的雨，第一次下4天，第2次下3天。下了2次，啊，孩子，没事，我告诉你好消息，你的姐姐已经在基隆医院生了，只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知道，她生的是男还是女？所以妈妈，我想告诉你，你是要当阿姨还是舅舅？你们配合一下，讲那么久了还不笑，你是
会成功的人，就是听不懂的情况之下，听到别人在笑，你还是要笑。你可以训练到这样子吗？就是听不懂，可是看到旁边都在笑，你就是要笑，这样成长的。你不要问隔壁，你在笑什么？那你绝对不能成功，对不对？根本没办法融入嘛。你是异类嘛。你的伙伴全部都说你今天凑进来，你不是我们这个团队的，收的效果全部都是要跟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讲完了，听到别人在笑，务必要笑。我们已经搬家了，我太久没回来，爸爸妈妈已经搬家了，只有搬家了。妈妈无意之中不小心无意把旧家的门牌也带到了新家，因此妈妈只是要提醒你，新家的住址没有变，因为旧家的门牌。这一次很好，全部的人都在笑。你现在新的回到了我们新家的，知道已经到了体内，哇，一只可爱 ，very cute， 那一可爱的小狗。为什么妈妈改变心意，要把小狗宠物养在我们家？以前坚持不让你养小狗，人吃都不够了，还要给我吃，不那是3天前妈妈去 shopping mall 买东西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了这一个 shopping mall， 哎呀，竟然卖为我的试验，哎呀，好 price 对折，千载难逢千载难，你1000年都很难碰到有在打折促销。妈妈就把柜子上面剩下的10包全部买回去，很坦冷静。买回家了以后才知道，我们家没有狗可以吃这些是，所以妈妈又花了半天的时间，是买到了那只可爱的喜欢的小，不然你叫妈妈吃那10包你不可以当这一种 CEO。没关系的，我变成你的公司，真的简单就是我们需要的不多，但想要的太多。你就是价格便宜的那么多，你买回去没有需要，你干嘛呢？浪费。我们真的去除浪费。一个公司的管理只要4个字：去除浪费。不要有呆账，不要有呆人，不要有呆料，不要有呆机，就够了。管理 CEO 其实就是在做这些事。你不要有这几个呆，你要防止这几个呆。什么叫呆人？闲置在那一边，浪费这一家公司组织的财务，因为他有薪水的感受，甚至有负面。你干嘛聘用这种呆人？呆人不是 stupid 不是 stupid， 闲置在那一边，浪费资产，浪费公司的资产。有时候浪费的是无形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散不出来的就是负面的情绪，姐来刷，姐你来刷一刷，请给他钱来刷的。先是在那边弄function的人 work， 那些机器那一些物料，哦，很爽，我的公司很多物料，你让他花没有？不是的，那一些都是钱。你买机器买物料都是要资金的，浪费。我们要去除，回家想一想，你的时间浪费了多少？你身边有多少的东西是浪费？没有需要，但是把它买，当初只是贪便宜，你把它买，没有用，
放了10年还是摆在那。所以呢，你要断绝不需要的，那么舍去没有用的，断舍离，脱离负面。那一本书就是在讲这几个字，3个字，书名叫做断舍离3个字，断绝、舍弃、脱离。学到了，回去好好体会。断绝不需要，舍弃多余的，脱离负面。西欧啊，把我从这里下手，你心中有多少 garbage 是多余的，是杂类，浪费的，把它断绝吧。绳子太多了，把我们绑住，船都没有办法一直往前开，断掉了，舍去了，脱离负面的情绪。这一些负面的情绪，你该把它看得到，看得到。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一些，其实是一个 CEO 里面，那么都是应该要具备。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心态，要正面，因为心态决定了状态，状态决定了财败。所以西游是最重要的是来自哪个心态，呈现出来你是在负责一件事情的状态，状态会决定什么成败，成功跟失败是来自你的心态。所以呢，这里既然有准备了 PowerPoint， 我们就来看一下。所以每个地方都可以多种刀苗耕耘开花结果。不要小看有时候一只鸟，偶然之间的，那么在它的身上掉下来的一颗种子，它也可以在一个荒地当中开出丰硕的果实。无意，一只鸟无意散播下来的种子，几年之后开出了丰硕的果实。成功掌握在自己的心里，所以这里有时候觉醒，其实就是那个心态。你有没有强烈的企图心？所以为了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，我们是仆人的领导，我们是牧羊人。所以因为呢，怎么这样特别大字？因为，要搞懂，没有回头路。不能倒带，我都好期待我现在45岁，可是已经不行。所以你看看这一张图画的多好，夕阳。可是这个地方这一个老伯伯即将离开的时候，四周围的人在那一边悲哀，有一些人还说赶快死了，因为就有遗产。可是你知道后面吗？黑板部长在拉扯，把他的魂已经拉到一点点高度，有没有？这老伯伯的头在，可是他已经被拉出来了，魂一点点。这也不是东方画的图，是西方的。所以泪水滴在墓碑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是有诗不止，有话不说，有人等。记起来，不要有遗憾，不要有遗憾。4个字送你，这个是希望一定要做到的，了无遗憾，盖棺论定，盖棺论定，连上帝在评判一个人，都是在盖棺的时候再来评判。坏人吗？暂时是坏的。好人吗？暂时是好的。所以要注意一下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如影。我们现在想一想，你这个 CEO 还有多少件事儿没成？那是谁应付来的？
我有做了，可是你有跟追吗？你有去control吗？我交办了，报告点完是为了交办，交办。现在做的怎么样？可以跟我好，我去看一下。多少斤？啊，我再去看一下。价格多少？我再去看一下。立马信号哪里？你会提供出来的就是超出了董事长的期待。你可不可以成就出来超出了上帝的期待呢？你回到了老母的殿堂的时候，你是提供出来的成就是超出了老母的期待，因为他当初跟你定的使命只是渡几个人、设几间佛堂，可是你回来的时候竟然是 double triple。你觉得你不会感动老天吗？因为你连自己都感动了。你在演讲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要让底下的人很轻松以外，你自己要轻松。快乐，你要感动底下的，你自己要感动。悟到了，可是我们上台之前都说哇，期待才来的，哇，今天创微博创死几万哇，你不要上台，你不要上台，因为你的心态就是不对。有失有成，你有 do the right things right 吗？成就了吗？成就了吗？让你的老板喜悦吗？让他赞叹吗？有失为成，遗憾。你有话未说，我们太多的话要说了，感恩的话说了，我们对部属关心的话、肯定他的话有说吗？这一些都是要有恩为报，天恩师我报了，天地君亲师我报了。所以像这一些，一个 CEO 一定都要做到了无什么？盖棺论定，我们提供出来的成就是超乎了别人的期待。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有一对的老夫老妻，其实他是务农的，家境是在清南白手起家，可是他把所有的家当照顾他的儿女，让他们变成他们的教育。这一些所有的会员，因为他望子成龙，每一个都很有学历，高学历而且有成就。可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路，没有出过儿女三个一起来讨论，该回报吗？让他们出国。爸爸妈妈又喜欢海水，我们这一次就买豪华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轮船，游轮。我们给他买头等舱的，让他能够去享受一下，也算是我们回馈他，多点感情。这一位老夫老妻就上了游轮，哎呀，不要浪费钱，不要浪费钱，让他勤俭持家之外，干嘛那个坐游轮啊，自己划船不好，开车在台湾就好，干嘛的坐那么大桥？又有游泳池，又有这一些，哎呀，奢侈啊！花你们多少钱自己赚，想说吧，度蜜月吧。结果上去了，以后他省吃俭用习惯了，还自己带泡面，因为他们习惯了出外就是带泡面，因为呢一花钱就是那么多的钱，赚钱不容易啊，勤俭啊，身教啊。结果十几天也过去了，最后一天晚上，他们的泡面也泡得差不多，所以不得不去吃晚餐。到他们的餐厅，来到那个餐厅，看一下船票，这一位老先生，这几天来你们是怎么过活的？你们怎么都没消费吗？我们有没有消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那个服务生呢，竟然问出来了，最在意的，你都没有消费吗？其他师傅讲，干嘛消费？都那么贵，你吃一颗透视为上下的好几十倍，后面都加礼，干嘛呀？哎呀，
可惜，干嘛可惜？那个服务生里面画一个勾，在一个空格里面注记话。你们知道吗？你拿的是头等舱的船票，后面有40个，吃一餐就画一个。你们的船票全部 cover 上面所有的消费跟享受，但是你们现在只画一个。今天是最后一餐，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到台湾，你也来不及用完这剩下的39个，你会怎么样？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你什么好的去消费，善用，拿我的帮忙，我们买了头等舱的船票。你的能力，你的钱是无尽，可是我们都没有善用我们的钱，善用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这张船票的价值，没有善用。等到他要离开世间的时候，还有39个。还有39个人没读，还有39个人我没有说改变，来不及了。所以在一个教堂里面的有这么一段话，写在刻在他们的墙上面。起初就是刚开始，我觉得我可以改变全世界，但是最后才发现，世界很难改变。我以为我可以改变全的整个国家，我自己就可以改变，但发现到国家很难改变。把国拿掉了，我们总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家的。最后才知道，家也很难改变。每一个非常亲切的家人，有关系的家人，都各有自己的什么性格性。最后才知道，我自己可以改变的是什么？自己。也许我改变了自己，就可以改变整个家，改变整个家，我就可以改变了整个国家，改变了整个国家，我也许就可以改变了全世界。但是可惜，因为我的脚已经踏进了王家，来不及了。南非的总理叫曼德拉，就是曼德拉，就是看到这一点。所以他回去了以后，先从谁改变？自己。当前的总统呢，以后原谅、宽恕、包容曾经凌虐、迫害他的这一些官员，典狱长，还给他关怀，还拥抱、送礼、请吃饭，我们做得到吗？在台湾做得到吗？清算法变成不同颜色的进来，原来的全部下来，而且很快就在监狱，是吗？可是曼德拉不是，他改变自己，他改变了整个国家。现在全世界因为他的关系一直在改变。90几岁离开世界，你要说怎么您老人家离开了这么早呢？再多活几年吧。我们的南非需要你，我们世界需要你。可是现在有一些人，哎呀，那你怎么不赶快去死呢？你怎么活到50几岁了还不死呢？你会发现老不死为自己，老子差太多了。我们不要有遗憾，好吗？一个 CEO 绝对不容许自己有遗憾的事。分分秒秒要把所有的事全部做得尽善尽美。品管，生活有品质吗？你的人格有品德吗？做人有品德，生活有品质吗？这一些都是一定要注意的。对，也要有品味的。我们曾经他人现在的希望，帮助别人，你看，我们曾经的，我们历练过的，变成我们的智慧经验，以他人的，所以给人家希望，帮助别人点亮心灯。所以这个是太重要了。
天下没有渡不来的众生，如果有，是因为他还没有被引导。还好有谁？我，还好有我。天下如果没有成就过来的人，如果有，是因为我还没有尽全力。他，因为我们可以尽什么？配合一下。我讲的那么大声，你们怎么能想象？所以这句话一定要记住。这些档案都会在这一个电脑的桌面，你们不用记。因为当你们在记在纸上的时候，你们就看不到我的表情，你会就 miss 掉很多重要的资料。不要记笔记，这些资料全部都会在桌面上。那么，好好的仔细看，不要睡觉。很多应用在写字就睡，因为他写不出。把这一句话念一次：天下没有渡不来的众生，如果有，只因为他还没有被引导。还有我，成就不来的人，如果有，只因为我还没有尽全力。还有，基本的训练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效果大。挑战传统求出，所以没有渡不来的，没有成就不来的。资金洋基队的1/3运动家，1/3那是新策略组的，他炒出了关键的绩效手段，他开始炒 KPI， 就是关键的绩效手段 ，Key Performance Index， 他不买球员啊，这个是明星球员，花很多的心血，他去花很多的钱去买明星球员，不是，他是买胜者，绩效指数，他以上垒率取代打击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上垒，因为你没有上垒怎么得分呢？所以你要了解到是以之。因为他也许打击，但是他可以4块钱时常被保送来，你们知道意思吗？他很厉害耶，然后他很会盗垒耶，可是这一些球也没有人要啊，因为他打击力很差，还没看过他打全垒打，没看到2垒打以上。他不是明星啊，他有时候是常常被人家之前的交换的。运动家就以最便宜的价格把这一些人都扣来。他需要什么人才 ？Put the right position， 用对人，所以对的时间、对的地方、对的人，说对的话、做对的事 ，Do the right things， CEO。就是你要找到对的人，找对的人上车就对了。你们不知道吗？找到对的人就有智慧。什么叫对的？嘿呀，你自己本身要知道你的绩效指标是什么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一定要有3勾出来？道理是这样。可是3勾，每一个人的特质又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帮他们摆对。一个团队，如果只有这些讲课的，有一个交通组，但是都没有厨师，都不会下厨。下完课吃什么饭？不来，不听课，因为都是饿肚子。这也不对了，各组各就各位了。所以你看看在桃园，就是有一位烹饪组、炊事组的组长，他也不是什么样子很会讲课的呀，他就是很会煮，很会 say hello， 面啊、切脆啊、点心啊、看图用啊、带药啊、扔卡几个没。你知道吗？他的头脑清楚，他四处善意，他的脸是笑，他的嘴巴是甜，
他的心是宽，他的腰是不宽，他的手脚是很快的，所以到最后面成就的是仙姑。他只是看着坤道，他变成了仙的姑姑，叫做仙人。所有的仙全部叫他姑姑。你说这怎么一回事呢？他没拿红外刀，他只能在那边下去。可是他的脸是微笑的，他知道要把自己的秤子全部怎么去呈现，摆对了，你把这种人摆在地方。所以上回你取代了打锤运动家，20几场连胜，就这样重新组。本来是快要被淘汰掉，最后一名，他一直连续，一直连续，一直连续，打到了最后冠军赛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。可是花很少很少机会，所以决策调整前就要先沟通，经理啊、跟董事啊、跟这些球员就是先沟通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们现在到场缺乏的就是这个严格控管，严格。你现在不严格，有遗憾惋惜的事儿。严以则己，宽以待。对待自己人要客气。爸爸小孩客厅看人说，听到啪的一声，厨房都打破的东西。小花猜猜看，是妈妈打破还是姐姐打破？哈哈，1秒、2秒、3秒，搞定了，妈妈打破。真的有个儿子妈妈打破了，我就从真的标准的。你那让你那厉害，3秒钟来对3秒钟之内你就知道是妈妈。哈哈哈哈哈！老爸呀，你我太了解你太太。我在他的抱枕统治已经12年，他的个性我太清楚。我时常替你照顾你太太，你知道吗？12年，个性了解。3秒钟之内静悄悄，怎么有可能是姐姐打破？要是姐姐打破，哈哈哈哈，轰影烈死，阴风闪闪，雷公雷子。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生到你这种女儿啊！好不容易请你来10个碗，你就用落魄抗议，只有自己拿，静悄悄。一句话带过，哦，岁岁平安。Oh my God, my God！ 这块碗怎么那么滑呢？全世界最滑的。那你为什么在你家人弄错东西的时候，你不用这样子来肯定他、鼓励他、扶持他、关怀他？这是人性的漏洞，这是无始劫来的习气，这就是我们修道，根本就要从内在80天里面把这些不好的杂草去掉，不然你这白修。如果你经过了几年以后，你的脾气、你的毛病还跟未修之前是一样，还比那些没有求道修道的还差，那真的是愧对自我无数。真的，你要这句话买假财，那个你看一下，那是进攻的土地。Oh my God, oh my God！ 这个做的比那些基督教徒还差很多呢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所以要彻彻底底。踏实从内在，对自己不要客气。你对自己客气干嘛呢？你对别人客气一点。你假庙那个业绩总是比你庙差。你知道庙的业绩是什么？香油钱。所以那个香油钱一比之下差太多了嘛。那个乙庙都是挤不进去，可是甲庙这边都没人，差在这。甲庙的业绩差，所以要去乙庙那个地方去登门造法起义。住持来到了乙庙里，看到莲宗大师 A 和尚刚好坐在窗台上面插位。哎呀 ，B 和尚大殿的在那边插位，湿湿的，没有画好的。
西和尚哇扛着热车厢，很远的几百公尺外面的热车厢到，准备又回到自己的山马，路过经过的大殿大雄宝殿，唰太华赤脚华天，华丽整容。这个时候他赶快就要翻身再走，不然躺在那边干什么？那个时候 V 放下了扫把，后边赶快就过来扶持，俺说兄弟，对不起，是我的过错，受伤，我把地方弄得那么湿那么滑，让你给浇了，对不起，受伤，我扶你起来。哦，不用 ，OK， 是我的错，因为走路没有踏实。所以自己花椒，拖地板本来就是要湿，不然叫拖地板。这时候 A 在干嘛？擦玻璃的 A 竟然讲话了，对不起，不是你们的错，因为有事。你不要像我那些学生擦太亮，随便讲了一步，反光。你武侠片你看太多了。我知道地板湿很滑，我也知道西要走近，我疏忽了提醒 ，is my fault， 这是我的过错。讲庙的住持看到这样子，鼻子摸摸就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庙那些和尚是做的，他已经把它做一个队伍，他已经做一个觉察的形式，差别就是在这一些最关键内在心灵里面的那些东西，不是外面，业绩不是来喊口号，喊口号不是，因为你不够分放，因为总是都是你的错，滑倒了以后水不用钱的，臭那么湿，空荡。就摔倒很痛，你不过来走。你看到也不会理解，你在吓死。你自己走路走到这么辛苦，你还怪我们走？跌倒了还被两个 K， 被 K 到不知道为什么被 K。我是一个受害者，为什么被 K 呢？我不知道有些团队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是我们的船 ，This is our ship， 改一下，这是你的船，这是你的船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只在负责，因为有老大，因为上面有一值班、中值班的有区长，他们会顶下来。这是大家的船，所以三和尚就没水喝，老娘改下来，这是你的船，你当责一点吧，尽责一下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同舟共济，一起参与吧，这样而已。可是人越多的话呢，越松散，因为那个组织制度架构。各方面根本大家也不知道我为谁而战，注意一下，或者让快。好，我们这一节课稍微休息一下，我的灵感是稍微休息10分钟。你看我还会懂看一下，10分钟以后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些的相关的影片，很快再几个故事，我们就下课。睡觉，10分钟就过去了哈，所以还有很多人都一直没过门，因为只是说到一个地方去排队，然后10分钟就过去了。但是上课的时候一直看表，就是不下课，这个是心态的一个问题。所以你爬山爬到一半，不管是爬山、爬山、登山，你爬到一半的，你就是周围的伙伴说只剩下一半。你脚步就轻点，或者你也
面世界观来打造你内在的心态之间。哎，各位还有没有？旁边人就说可不可以不用走？其实连自己讲出来的也有可能不太想听。一般的前辈为什么放上不同的字眼，就是感觉那么大？所以一个优质的 CEO 他知道如何用 positive 的正面有能量的词。在这有个上下级。边我听你，边我听你，kamu